所以关心一个感动人的新闻，同款伫中华一间国小校长呢，收到一封无写名姓这个批啦，内面有23000块的现金。这个写批的人，伊起名是不孝生，讲伊本身是50年前的校友，较早因为出来较善呢，注册费拢无纳，即马有能力啊，寄这个23000块来，讲是要补纳注册费。 高高的一纸钱拢总23000，含一张批，就会寄去中华田中国小校长室。匿名的投诉信了哦。可是当我们打开信封之后，看到字体这么工整。 这个学生伫咧批内底写，已经毕业50年，过去出来散食，常常欠班级代办费用，也就是注册费。为了报答学校，即马寄23000，算是补纳。当时的注册费来讲，应该都不多，可能200块就很多。那几个学期下来，几千块吧，几千块，但是他寄了23000。 若是无考虑50年前含即摆钱差偌济，以金额来讲，这个学生等于是还10倍钱回来，互校长真感动，嘛决定把这条钱欠去学校的爱心基金内底。未来若是有学生无法度纳注册费，就用这条钱来甲学生斗相共，互伊的爱心会当继续传落去。